你係咪都係咁？每日朝早起身，好似完成任務咁，夾硬吞一粒魚油，以為咁樣就對得住自己個身體。又或者你見到身邊啲親戚朋友，年紀去到50幾、60歲，甚至70幾、80歲嘅老人家，個個都話要食魚油嚟通血管、防痴呆，你就跟住買埋一份。但係你知唔知魚油呢樣嘢，如果食錯時間、食錯方法，你嗰幾百蚊一樽嘅營養補充品，分分鐘係倒落鹹水海，身體一啲都吸收到，變咗純粹買個心安。今日我會同大家將成個魚油嘅秘密拆解得清清楚楚，由佢嘅神奇功效到最核心嘅問題，究竟應該朝早食定係夜晚食？呢兩個時間食對身體嘅影響同吸收率差別真係大到你唔信。如果你或者你屋企嘅長者有食魚油嘅習慣，呢篇內容你真係要由頭到尾聽一次，因為呢個分分鐘影響緊你哋嘅血管健康同大腦退化速度。首先我哋要明白點解全香港咁多醫生、營養師，甚至去到老中青三代都咁推崇魚油。大家都聽過 Omega-3啦，呢個成分入面最主要有兩樣好嘢，一樣叫 EPA， 另一樣叫 DHA。呢兩樣嘢對人體嚟講，簡直就係血管清道夫同埋大腦潤滑劑。我哋先講心血管，好多人去到40-50歲，體檢報告一出，往往會見到一個好紅嘅數字，就係三酸甘油酯超標。呢個超標即係點？即係你血液入面嘅壞脂肪太多。條血管好似一條用咗20-30年積滿油污嘅廚房水喉咁，越嚟越窄。當你條水喉塞塞地，血壓就會升，心臟負荷就會大，嚴重起上嚟真係隨時有生命危險。而魚油入面嘅 EPA 最犀利嘅功能就係幫你降呢個三酸甘油酯。臨床醫學研究顯示，只要你每日攝取足夠嘅高純度魚油，持續食到2-3個月，你血液入面嘅壞脂肪可以顯著下降2成到3成。呢個數字真係好震撼，等於直接幫你條血管洗完一次大餅，整返乾淨個環境。除咗血管，仲有我們嘅大腦。大家有冇試過有時行入廚房，突然間諗唔起自己入嚟想攞咩，或者啱啱擺低條鎖匙，轉頭就又唔返？你可能會笑自己係咪開始老人痴呆？其實當人到咗中老年，大腦嘅細胞同神經網絡真係會慢慢萎縮，而 DHA 呢個成分本身就佔咗我們大腦皮質好高嘅比例。你補充足夠嘅 DHA 就等於幫個腦嘅神經細胞做緊保養，等佢哋傳遞信息嘅時候順大眼。有好多針對60-70歲長者嘅研究發現，長期有吸收優質 Omega-3 嘅人，佢哋嘅認知功能退化速度明顯比冇食嘅人慢好多。所以話佢功效嚇死人，真係一啲都冇誇張。好啦，既然魚油咁好，咁點解我會話朝早食定夜晚食，差別竟然咁鬼大呢？我哋好多人都有個習慣，朝早一醒，可能沖杯黑咖啡，或者食塊多士，又或者根本連早餐都唔食，就一啖水將粒魚油吞落肚。我話俾你聽，如果你係咁樣食法，你粒魚油嘅吸收率可能連3成都冇喎。點解會咁？呢度涉及一個非常重要嘅生物學同營養學常識。魚油顧名思義，佢係油，係一種脂溶性嘅營養素。脂溶性意思即係話佢一定要有其他脂肪嘅幫手，先至可以係你嘅腸胃入面被分解同吸收。當你食一啲有油脂嘅食物入肚嘅時候，你個胃同小腸接收到信號，就會通知膽囊分泌膽汁，同時胰臟會分泌脂肪酶。呢啲膽汁同脂肪酶就好似洗潔精咁，會將大粒嘅魚油分子乳化，變成極微細嘅粒子。咁樣你嘅小腸黏膜先至可以順利將佢哋吸收入血液。如果你朝早係條街度趕返工，空肚吞粒魚油，或者只係食咗一碗白粥、一塊無牛油嘅乾多士，你身體根本就冇啟動到消化脂肪嘅機制，膽汁分泌極少，結果呢粒魚油係你個胃度慢慢溶化，但係小腸吸收唔到，最終只會隨着大便排走。你話咁樣係咪好浪費、好冤枉先？咁有人就會問，如果我早餐食得好豐富呢，我有食蛋，有食火腿，有飲全脂奶，咁係咪朝早食最好？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對比埋夜晚食嘅好處啦。
其實喺醫學界同營養學界有好多專家更加偏向建議大家在晚餐之後或者瞓覺之前食魚油，原因主要有3個，而且每一個都同你嘅生理時鐘息息相關。第一個原因係關於晚餐嘅食物結構，大部分香港人嘅生活習慣，早餐同午餐都係比較輕食，比較匆忙，可能一碟叉燒飯、一碗雲吞麵就搞掂。但去到晚餐，通常都係一日入面最豐富、含最多優質脂肪嘅一餐。不論你喺屋企飲魚湯、炒菜用咗植物油、食雞肉、食魚，晚餐嘅油脂含量通常都足夠達到啟動膽汁分泌嘅標準。醫學研究做過實驗，將一組人安排喺空肚或者低脂餐之後食魚油，另一組人喺高脂餐之後食，結果發現跟隨高脂餐一齊食嘅那一組，Omega-3喺血液入面嘅生物利用度同吸收率最高可以提升到3倍，即係話如果你晚餐食得夠油水之後即刻吞一粒魚油，佢發揮嘅功效等於你空肚食3粒。第二個原因係關於心血管疾病嘅發作高危期。大家如果留意醫學新聞或者聽過身邊長輩嘅健康狀況，就會知道心肌梗塞、中風呢啲突發性嘅心血管問題最常發生喺咩時間？答案係黎明時分，即係清晨4點到朝早8點呢個段時間。點解呢？因為當我哋瞓覺嘅時候，身體長時間冇飲水，血液會變得比較濃稠，加上清晨嘅時候血壓會自然上升。如果血管本身有硬化或者血栓，呢個時間就最容易出事。而魚油有一個好重要嘅輔助功效，就係抗血小板凝聚，具有輕微嘅稀釋血液，令血管放鬆嘅作用。如果你在晚餐後或者臨瞓前食魚油，當你入睡之後，魚油嘅成分正好喺你嘅血液入面達到最高嘅濃度，可以喺半夜到清晨呢段最危險嘅時間，幫你保護血管，降低血液嘅黏稠度。呢個對於60歲以上有三高問題嘅老人家嚟講，簡直係一個無形嘅深夜保鏢。第三個原因就係同睡眠質量有關。好多人可能唔知魚油入面嘅 DHA 其實對調節睡眠有好大幫助。科學研究發現 DHA 可以促進大腦分泌褪黑激素，呢種激素係控制我哋生理時鐘，話俾身體聽係時候瞓覺嘅關鍵物質。好多人去到50幾歲之後開始出現睡眠障礙，一係就瞓得好淺，一係就半夜好易醒。晚餐後補充魚油唔單止可以抗發炎，仲可以幫你放鬆神經，提升夜晚嘅深度睡眠時間。如果你有睡眠問題，將魚油改去夜晚食，你可能會發現自己個人冇咁焦慮，入睡都快啲。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話，咁聽落去肯定係夜晚食完勝啦，咁我以後全部改晒夜晚食。咪住先，世界上冇絕對嘅完美。雖然夜晚食魚油有咁多好處，但有一類人如果夜晚食魚油反而會頂唔順，呢類人就係胃食道逆流或者消化不良嘅患者。因為魚油始終係油分，油脂在胃入面消化嘅時間比較長，佢會延緩胃排空嘅速度。而且魚油膠囊喺胃入面溶化之後，如果你即刻攤長條絲去瞓覺，當你平躺嘅時候，那些魚油混合住胃酸，好容易會向上湧。好多人會投訴話食完魚油之後會不斷打語、聲嘅，甚至覺得個胃燒着，好似有陣酸水湧上喉嚨咁。如果你係屬於胃功能比較弱、容易胃脹或者有胃食道逆流嘅人，夜晚臨瞓前食魚油反而會令你瞓得更加唔舒服。所以因應呢種情況，最客觀、最合邏輯嘅食法應該係點？如果你平日早餐食得好豐富，有蛋、有奶、有健康油脂，而且你夜晚容易胃脹、打嗝，咁你就選擇早餐後即刻食。如果你早餐好似大部分香港人咁，求其咬2啖麵包就出門口，但係你晚餐食得比較完整，而且胃功能正常，咁你就絕對應該選擇晚餐後即刻食，咁樣先可以將嗰3倍嘅吸收率發揮到極致。講完時間，我哋再講講點樣揀魚油，因為依家市面上嘅魚油產品真係多到花多眼亂，去萬寧、屈臣氏一行，成個架都有幾十款。好多包裝上面寫住大大的1000毫克，你以為好抵食？魔鬼往往藏在細節入面。那1000毫克好多時只係指成粒膠囊魚油嘅總重量，而唔係入面 Omega-3嘅純度。舉個例子，有啲平價魚油，一粒1000毫克入面，真正嘅 EPA 同 DHA 加埋可能得300毫克，其餘嗰700毫克係咩？全部都係雜質、
飽和脂肪或者其他冇用嘅油。你食呢啲魚油，等於每日吞緊大量冇用嘅脂肪入肚，血管未通，反而幫身體增加咗負擔。所以我哋揀魚油一定要睇包裝背後個營養標籤。首先，純度一定要高。依家高純度嘅標準，真正有效嘅 Omega-3濃度應該要達到8成以上，甚至去到9成。你用總 Omega-3嘅重量除以成粒膠囊嘅總重量，計一計個百分比，低過8成嘅基本上就可以擺低，因為純度越高，雜質越少，身體負擔越輕，吸收效果亦都越好。第二，要睇佢嘅化學結構形態。市面上嘅魚油主要分3種形態，第一種叫 TG 形態，三酸甘油酯型，呢個係魚類體內嘅天然形態，吸收率好高，但係以前嘅技術好難將佢做高濃度。第二種叫 EE 形態乙酯型，呢個係用化學分離法做出來嘅，濃度可以做得好高，但係因為結構唔天然，身體吸收得好慢，一定要配合好油膩嘅餐先吸收到。而依家最新最好嘅係第3種，叫 RTG 形態重構型三酸甘油酯。呢種技術係將 EE 形態再加工，變返做人體最容易吸收嘅 TG 結構。RTG 魚油不單止純度可以去到最高，而且吸收速度比 EE 形態快幾倍。雖然 RTG 嘅價錢會偏貴，但係如果你想一粒見效，唔想浪費，RTG 絕對係首選。仲有一點，好多老人家會忽略嘅就係魚油嘅新鮮度。魚油係一種極度容易氧化嘅物質，如果一樽魚油擺喺藥房嘅高溫環境下暴曬，或者你買返屋企之後開咗風擺喺廚房灶頭隔離，日日受熱受潮，呢啲魚油好快就會變質，變咗質氧化咗嘅魚油，入面會產生大量嘅自由基同過氧化物。食咗呢啲劣質魚油，唔單止冇得幫你抗發炎、保護血管，反而會加劇身體嘅發炎反應，甚至損害肝臟。咁點樣判斷魚油有冇變質？最簡單嘅方法，第一，高質量嘅魚油，粒膠囊應該係晶瑩剔透、澄淡淡嘅金黃色。如果見到顏色變到好深、好渾濁，就要小心。第二，試下將粒魚油咬開。如果係新鮮嘅魚油，雖然有魚腥味，但應該係淡淡嘅天然魚鮮味。如果你一咬開或者一開個樽蓋，聞到一陣好似死魚，好難聞、好刺鼻嘅腐臭味，咁就代表呢樽魚油已經徹底氧化，千祈唔好再食，直接扔咗佢啦。最後我要提醒大家，雖然魚油每日一粒功效好顯著，但有一幾類人係絕對唔可以亂咁食魚油嘅，因為我啱啱講過，魚油有抗凝血嘅功能。如果你本身因為心臟病、心房顫動或者預防中風，正在醫生指示下服用緊抗凝血藥物，例如華法林，或者抗血小板藥物，例如阿士匹靈，呢個時候如果你再私自大量補充魚油，兩種效果加埋，會令你嘅血液過分稀釋。萬一你跌倒撞親大腦，或者條街道擦傷，好容易會造成出血不止，甚至引發內出血危險。另外，如果你近期安排咗做手術，不論係大手術定係去牙醫度拔牙，都必須要在手術前嘅兩個星期停止服用魚油，因為要確保手術過程入面你嘅凝血功能係正常嘅。總結返今日講嘅核心內容。一日一粒魚油對於降三酸甘油酯、保護心血管、延緩大腦退化、抗身體慢性發炎，真係有極大嘅幫助。但係要將呢個嚇死人嘅功效發揮出嚟，最關鍵嘅唔係你買幾貴嘅牌子，而是你有冇有跟餐食。一食齋先齋先識的嘴到識得嘴刀油劑進開油劑溝先中總丁開油劑將它魚油攤落太。識低做識得油劑嘴都識得咪埋拉溝龍，同時揀魚油要認準 YTG 形態 Omega-3 純度高達8成以上嘅產品，咁樣你先至可以用最聰明、最有效率嘅方法，幫自己同埋屋企嘅長輩賺回健康。唔好再盲目咁空肚吞魚油啦！由今日開始，改變你嘅服用習慣，等每一粒魚油都真真正正變成你身體嘅守護神。如果你覺得呢啲健康資訊幫到你，記得分享俾你身邊日日都食緊魚油嘅屋企人同朋友，等大家都一齊食得精明，活得健康。